大家好，歡迎嚟到行優之謎講下標。未訂閱嘅朋友，麻煩幫手撳一撳訂閱。訂閱咗嘅朋友，麻煩分享俾你身邊嘅朋友啊，唔該。今日為大家介紹兩款有折嘅勞力士金錶。第一款係 Skydweller 天行者系列18K 白金膠帶嘅版本。而呢個錶咧係有日曆、月份同埋 GMT 功能。依家教俾大家睇睇。鬆咗個錶冠，掹粒的出嚟，大家可以感覺到咧係校唔到嘢嘅。而你要調校日曆啊、時針、時間咧，係要擰個錶圈嘅，擰第一格就校日曆，向前向後都得。再擰多一格係校個 GMT 針，而第三格咧就係校時間。當你校好之後咧，上翻實個錶冠。順時針擰翻三格，還原狀態。而大家睇到咧，每一個刻度上面咧都有個紅色窿嘅，而有紅色顯示嗰個刻度咧就係代表當月嗰個月份。佢係42mm 嘅錶徑，而佢嘅定價咧係395700，而家折咗價錢咧係298000。而佢另外都係有白金同埋玫瑰金嘅版本，都係有折嘅。如果想了解其他嘅價錢咧，就可以 WhatsApp 61279284，或者嚟到我哋嘅門市查詢。而另一款咧就係 Day，呢隻係950鉑金嘅版本，星期日曆6字9字。羅馬字都雙咗寫嘅，而每一個刻度都雙咗寫嘅。而呢個錶面咧係比較特別嘅，佢係用蛋白石，就唔係普通嘅貝殼面，係蛋白石。36mm 嘅錶徑，傳統勞力士 Day 36mm 嘅錶徑。呢個錶定價係559200，折咗係522000。呢兩款勞力士都係2025年3月嘅 NOS 未試用品，錶殼原裝膠紙、錶扣原裝膠紙全部都係未搣嘅，兩隻都未搣嘅。咁而另外再介紹俾大家嘅兩款金錶咧，大家可以比較下同勞力士金錶個價錢。第一隻係 Famula 嘅18K 白金 Vanguard 系列嘅45mm 錶徑，錶殼雙4行細鑽，錶底2行，滿天星錶面，18K 白金，定價係70鬆啲萬，而折咗嘅價錢係224800。而另外一隻咧，同一個款18K 玫瑰金，但係個錶殼咧係雙3行大石，再加錶底2行，都係45mm 計時功能。呢個定價咧係50鬆啲萬，折咗係152,200。咁大家就可以比較到有折嘅勞力士金錶同埋巨大折扣嘅 Famula 有錫金錶個價錢係邊個抵買？咁有興趣嘅朋友咧，亦都可以嚟到我哋尖東富豪酒店行優錶行睇睇，或者 WhatsApp 我哋61279284去同我哋傾傾。多謝大家。